台北呢，对2013年开始伫咧设老厝文化运动，除了甲文化保存起来，也希望会当结合观光旅游。最近台北嘅探索馆当伫咧办展览，小解几来个活化成功的案例，互老厝起死回生有无共的风采。咱到底来行一转？现在介绍的探索馆介绍这些房子是日据时代他所做的。表面顶上届19间过去，台北市自2013年推动老厝文化运动了后，重新活化搁再利用的老厝，包括因的背景、修复过程到目前的使用情形，这个老厝的价值已经对文化层面拓开到观光休闲。它这个部分呢，是就可以让民众到不同的老房子去，他会发现这个老房子不是只有我们以前记忆中的那种看看那个文化历史啊，它和现代人的生活是很贴近的。美军俱乐部即马是复合式餐厅，观光局表示，即届台北探索馆办老厝展览，甲活化了后经营较袂歹的老厝，以食室、地价等等做分类，展出这的历史建筑修复前后的资料、文物，互民众了解老厝附近的时空变迁。就是可以看到以前的人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修复来说，与其让老房子闲置在那边，我觉得修复会更好。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每一间老厝拢代表着一个城市过去的发展基地，希望民众透过展览了解老厝的故事。展期到10月底，记者陈亚布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